侪准备好的。别看一身鞋底呢哈啊，上头红到下头，也有点香气啊。不香气。哎呀，我要换脱身鞋底。手机又到啥子来着嘞？一件哈啊。还好。红个鞋子裤子，再配一件黑颜色的，是吧？这个。回来这一点，来看看，哎，精致的。这里有没有观光车开出去的？还是要走出去？哦，单看一幢房子，山高了还安静。再看看旁边的叔叔，原来还关中病院。牙刷高大子我个慢病者，发不停看看呀！你当就讲，你是俩后来旅游一代。那熟呢？哎呦，这个地浪哇，一张纸里还不够。哎呀，上出去。那种地方，也不是我到那来，你肯定一时也不会来哇。不会来，我听过2遍。那你现在来做还不走起路？那个大风车里向有得吃的呀，还有上饭店。有得吃么是加药饭。你那现在是加药饭家？一个礼拜5个人来。就在健康坡上。种人喉咙真黑，主教生的他是种唱鱼的，男人唱鱼的啦。主教生的人外婆屋里来个1年才到南现在还点30。我本来想冒英来的，幸亏得大病死啊。冒英来那个居样的。哦哟，看上去带杨林来还是还挺难的。我就当这一搭收嘴。这门口怎么出去啊？怎么走进来嘛？怎么走出去啊？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为啥呢哈？我来看看你们这个酒店啊，帘子也没擦黑，下头是发子美个子，还有一股烧到气，厨房间、吧台、板箱，带了车放得整整齐齐，连门子也熬不上脱着。四星店了，走起！本来为啥清晨蹲辣里向吃脱一顿大餐？搿窗台浪向个蚊子、苍蝇都满晒死脱，总没人去，舒服套血。南瓜米板吃海，现在你原路追出去。我们原来是15工人，换了2年来。对。哎，我听你讲闲话哪像新疆闲话了，一句也听不懂哈，一口黄土皮的那个闲话。本地秦腔嘛。现在要。人家一嘴巴带外头在啊，搿个人讲不了还。但是你父亲。不是我叔叔。你还是不去。哎，还没人搭理讲啥。哎。现在走7、8多米出去乘公交车啊，你慢慢接走一下子啊，不急，辰光再来，牛汁牛皮个关中农村。一搭个乡下头也没啥人个啊，估计才出几趟工作。乡下头留不了人哇。再主要呢，那个地方种不出么子，种得出，赚不到种地。你买一块出个玉米，还不就毛脱一斤8箩称了。这个农村是黑个了，4年前来看看，地面硬化，该当上。啊，是那个时候该当上货啊。那走路脚上不来泥。一片个农村是土路。不是个，你得来搭树子60年了，也就记得嘞。该当然，这个就是别墅。啊，是那个是别墅啊。当然嘛，搿多门多户就叫别墅，海个里向个海。那么我哪分过到家？啊，你过不着我。海了啥地方去哈？海了啥地方？你得知往湖北面呢，在那公路浪向面孔一通。这次半日公交车站的影子也没，这还继续地走去。快点啥子？我当年买个洗衣机来着。啥拆开看看。我买的辰光分注意，哎呦太舒服，别到你屋里向一样子都包头头啊，我这地方。那么开门饭还是太晚哈。鱼特死个。哦，另个。哦，开始头。关头、气袋、梨树，那叫梨树，梨树不是特殊啊。你看说明书。研究出来的，海花树干，估计嘛比特殊稍微特别点，比水干嘛高点。这还不特的。包了阳台上去。我看到分量比那关张还轻，估计蛮单点开的，不管哪种我还特殊的。平时上了阳台上放3、4天不干净。